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若是讲一个查甫生做好看去大班，咱会讲伊相貌堂堂。另外，有人讲堂堂的男子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，就是堂，读德王堂第5条。读堂这是读文音，堂就是电听在内正式场所，卖当讲是共阿公或者是共阿祖亲情互相称呼。像讲有结拜意思，堂兄就是结拜阿兄。另外，分开来讲，共一个家族啊，或者是共姓，咱卖当讲是堂的。另外，抑佫有古早称呼老母，咱嘛讲堂，像灵堂就是尊称对方的老母。这个培音读做堂，共款嘛是讲听电在内正式场所。一般咱拢是读培音较济，像讲佛堂、教堂、礼拜堂、讲堂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学堂，嘛有人读做学堂，也就是好好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食堂，也就是食饭厅、食饭馆，互人食食的所在。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实业学堂的规模有够大，内底有教室、有咖啡厅，另外像哪来做运动亭，也佫有大间茶厝做食堂甲灶骹，骹路嘛真宽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读做堂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堂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